继续往前走，我们又看到了另外一个大排长龙的地方。这个地方呢，在卖什么呢？结果一看，在卖 donut。这个甜甜圈市场，到底甜甜圈有什么好吃呢？我们靠近一点来看。这是机器自动做的甜甜圈机器，自动的，它在制造甜甜圈，自动移动，自动就卖了甜甜圈出来，一个一个过程。好，我们来看看这个机器制造的过程。